大家好嘛，歡迎返嚟我嘅頻道 Healthy Life Diet Food，我係主持人營養師阿 Friend。上次應承咗教大家點樣出街揀嘢食，好，我就由 MOS Burger 開始講起啦。其實你想減肥又食得健康，其實就完全唔使戒口嘅，重點係揀得聰明。今日用一個超簡單嘅方法教大家3個聰明嘅 tips， 仲會教你點樣食得健康啲。首先有一樣嘢講清楚，我係參考咗 MOS Burger 香港官方嘅網站同埋日本嘅 MOS Burger 嘅官方營養表作翻一個類似嘅分析，咁即係話可能實際嘅數字會有少少出入嘅，咁但係大方向都有你參考嘅價值。好，第一個 tips 係揀漢堡要聰明啲，因為如果你想揀低脂嘅話咧，就一定係揀照燒雞肉堡，咁佢大約有303個卡路里，比起 MOS Cheeseburger 咧係少啲嘅。咁但係你唔好見到 Fish Burger 或者係蝦堡咧，就以為一定好健康，因為其實佢哋炸過嘅卡路里咧會比較高啲，最高嘅就係牛肉類嘅漢堡包啦，因為佢牛肉嗰個面質會比較脂肪高，咁係比較高卡路里嘅。第二樣嘢就係揀你個 size 啦，因為咧如果你揀錯咗咧，分分鐘咧就踩晒雷噶啦。因為最誇張嘅大薯條咧，佢有409個卡路里，而相反如果你淨係嗌沙律唔要醬嘅話，得19個卡路里嘅啫。咁中間如果你真係想加個小食咧，食5個 nugget 咧都係好過你揀大薯條嘅。好，第3個 tips 就係揀嘢飲啦。嗱，呢個位最多人中伏嘅，你以為唔飲汽水轉做 K 字頭嘅果菜汁或者粟米湯會健康啲，其實你就錯啦，因為咧一支果菜汁咧隱藏咗13到16克糖，而一杯熱辣辣嘅粟米湯基本上就有120到180卡路里，其實同你飲杯可樂都係差唔多，所以真正聰明嘅選擇咧，永遠係揀啲0卡路里嘅，譬如可能一啲無糖嘅茶或者齋啡咁樣咧，係會最穩陣嘅。到最後啦，講完咁其實應該點樣嗌呢？其實你睇翻個表，依家你會見到有個交叉嘅組合，一個偽健康嘅組合，同埋一個聰明嘅組合。咁你見到啦，其實同樣都係食同一餐嘅 MOS，咁你就望住個表，咁你應該識得點樣去揀啦。咁啊，如果你揀聰明嘅話呢，咁足足慳翻4到600卡路里嘅。咁下次去 MOS Burger，記住試下跟我嘅策略，包你食得健康啲又開心啲。中意呢條片嘅，麻煩你幫我撳個 like 同 subscribe， 同埋你哋可以留言話俾我聽，你哋有冇中過頭先我所講嘅陷阱。多謝收睇，拜拜。